大家好，我係易優，今日7月26號同大家分享就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影片啦。上一條 YouTube 影片咧就係7月19號嘅嚇。當時嘅分析就提到啦嚇。恒指喺今年嘅1月20幾號咧就完成一個大嘅括弧1嘅上升啦，之後括弧2嘅調整。括弧2嘅調整咧就有一個WSY 嘅 Y 應該可能係咁樣 ABC 嘅因為都係未入翻個上升通道底嚇，即係呢度有一個周線有一個上升通道，個通道底大概25,200，再上咧就25,300，因為佢係繼續上噶嘛即係變咗上個星期25,200，今個星期係25,300，咁亦都提到即係要。除非入翻25,300咧，個括弧2咧先至係喺5月完咗嘅，而咁係都仲係5月底完咗嚇。咁如果係入唔翻咧，咁即係未完都係反彈再落嚇。呢個上條影片講嘅。個波浪頂底日在24號提到。24號咧就啱啱係星期五。即係其實就個19號咧就係少唔係19號即係之前提過嘅16號咧就只不過一個小浪嘅啫即係呢度16號只不過一個小浪頂咁就唔係一個大浪啦。24號先至係真正嘅見頂咧。我哋睇翻整個反彈浪咧就由6月26應該唔係5月6月26彈到去7月23，咁就啱啱差唔多1個月啦咁亦都差唔多係整個水星逆行嘅反彈喎。就變咗咧就有啲係唔同啦即係整個水星逆行期間咧就係直接係反彈浪變咗咧就即係將之前嗰個下跌趨勢咧係有一個反彈嘅啫個下跌趨勢係咪有改變嘅？即係水星逆行即係已經講過係唔一定係下跌嘅只不過下跌嘅情況或者反覆嘅情況係佔多數咁解咁可以係對一個之前就趨勢嘅一個小反轉而家係小反轉之後係咪繼續完咗之後再落咧？咁呢個都唔係，我覺得跌嘅機會都幾大先因為始終都入唔到25,300即係個阻力我哋都講得好清楚兩週都係入唔到嘅兩週都係影線就穿過，但係收市咧都係入唔到嘅週線嘅收市都係入唔到嘅日線都入唔到啫係咪日線有一日入到但係週線係入唔到嘅日線啱啱23號嘅高位25,200咁但係週線就落翻嚟啦咁我哋再睇下 VIP 群嘅影片啦VIP 群咧就我哋睇翻VIP 群咧其實就好多影片嘅我哋即係話差唔多每晚都有嘅，每晚都有影片嘅需要加入本人嘅 VIP 群咧就可以直接聯絡本人嘅咁呢度有 WhatsApp 嘅當然係因為你睇晒所有嘅影片咧，當然係要有一個月費嘅聯絡本人再解釋啦睇下23號VIP 群點樣講啦因為都守住個支持位就24,800我冇收穿穿咗24,800先至會考完24,300嘅既然24,800冇穿繼續彈咯今日最高去到25,255應該係267
中嘅時候提到就好似一個下降通道嘅嚇，就呢度大啲嘅下降通道嚇，即係呢度用呢個睇啦，太快啦嚇，周線嘅下降通道，即係由1月初個見頂之後，咁呢度一個下降通道咁樣嘅。咁啊啱啱到接近個通道頂啦，咁通道頂大概25,300嘅咁即係如果突破25,300咧，即係周線因為呢個周線圖啦周線下降通道啦咁亦都因為呢度係周線嘅上升通道底咁所以就睇翻周線先即係如果周線企穩25,300之上。咁或者2日日線企穩之上咧，咁就個括弧2就完咗㗎啦咁開始新嘅升路㗎啦咁呢個都比預期嘅強咯即係如果咁計就但係暫時未突破咧，我都係傾向仲要係錄多次嘅如果唔突破嘅話，咁支持位就都係睇翻24,800先啦就最快嘅，我覺得24,800咁除非收穿咧就個反彈浪咧就有機會完，因為收穿就會試24,300，咁實際要穿24,300先至確認得到咁呢個就恒指啦，咁睇埋期指咁恒指啦，咁睇埋期指咁期指咧就期指就跌翻落嚟啦夜期又跌翻200幾點啦咁所以即係今日星期今日星期4啦聽日星期5，咁所以就聽日就周線嘅收市啦咁所以究竟上唔上得翻去咧？咁聽日咪有分曉嘅啦咁而家就收翻落嚟咁我哋睇翻個支持位先啦，都係就係亦都係24,600咁期指要上24,600嗱，如果按期指嘅2小時嘅上升通道係穿咗喎，啱啱穿嘅夜期穿嘅，咁早市都曾經穿，但係就即刻收翻上去2小時係冇穿過呢條通道嘅咁呢條通道都好靚，咁啱啱呢條即係如果11點收市都穿咗，咁基本上就穿咗。咁一穿呢個上升通道底，而家呢個通道底大概25,030咁一穿就會考完24,600㗎啦咁所以但原本嘅波浪頂底日係24號咧咁其實星期日嘅影片係講咗嘅咁24號或者係星期一嘅，咁24號即係聽日啦即係聽日24號啦咁如果聽日下晝如果係見到頂落嚟咧咁變咗係反彈浪頂啦就唔係浪底啦咁呢個變咗反嗱，咁喺23號 VIP 群亦都講得好清楚嘅咁始終都係受制於嗰個25,300阻力位啦。咁佢周線咧就形成一個，如果過唔到咧，就會形成一個周線嘅下降通道咁因為有一個下降通道，所以我就話之前提到嗰個下跌趨勢即係呢度由26年1月20幾號嘅下跌趨勢咧係未改變嘅。除非突破嘅啫，突破嘅先係會有改變。如果係突破唔到，就會再沿住即係之前今年以來嘅下跌趨勢再落嘅咁所以就個手法就首選係咁啦。咁亦都提到個期指啦咁喺 VIP 群咁夜期就已經係首先穿咗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已經穿咁，即係呢段反彈浪以嚟呢，首次穿咁即係23號晚嘅穿咗咁就話如果11點係收穿咁，好大機會試下邊嘅啦咁事實上就24號落翻嚟啦。
咁我哋睇翻由大周期開始數翻啦咁嘅分析就係2018年1月29號嘅高位33484開始一個大型下跌浪 ABCDE 啦咁喺個 E 浪咧就係24年嘅1月20幾號就完咗嘅之後即係整個下跌浪熊市咧完咗喺24年1月。咁之後玩翻向上啦咁突破埋個頸線22000嘅上到去26年嘅1月，即係由24年嘅1月彈到去26年嘅1月，咁呢個整個上升咧就2年，啱啱2年咁呢個2年咧就我都係當佢一個上升嘅一個大嘅括弧1浪啦之後就括弧2嘅調整啦咁因為穿咗嗰個上升通道底嘅啦即係喺6月中就穿咗啦咁基本上確認就開始括弧2嘅調整啦咁一個 WSY 啦，Y 有 ABC 啦咁樣啦咁啱彈到去個通道頂25200幾咁過唔到25300咧都唔好諗啦咁都係要再落嘅機會都係大小視圖咁我哋最細用小視圖啦就24800呢個位啦，第一支持位已經提到啦咁呢個小視圖亦都有一個上升通道啦亦都穿咗嘅咁但係佢個支持位未穿，即係24800未穿，咁所以如果佢反彈咧，都會受制呢度噶啦24900呢啲位嘅咁呢有個裂口，咁就算再彈多啲都會受制呢個小時通道底嘅除非入翻去嘅啫，或者突破翻25300，如果都係一句如果突破唔到咧，都係會考驗24800，一穿24800就會試24300啦。咁24300即係日線收穿24300，咁基本上確認呢度反彈啦，落完咗咁繼續向下，咁試翻去即係試翻去呢條綠色線先啦23000先啦，睇下殺唔殺住，再穿嘅話分分鐘見0.5嘅21000幾，咁呢個之前都有講噶啦咁因為波浪頂底又啱啱出啦，咁24號啦咁所以暫時都下個波浪頂底再喺 VIP 群先係再講啦啱啱到嘅啫咁冇咁快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